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这个火车顶清洁工甲列车长口角，结果害这个火车来慢点。一台为新左营要驶到7堵的基隆号的火车，这个姓齐的女列车长为着要来巡视每一台的车厢的报音是毋是有正常，就请这个清洁工帮忙操作着报音的设备，但是清洁工无照指令来协助，双方就起口角。 这个列车长看这个清洁工无法度控制情绪，惊伊的暴力来攻击。就伫这个火车驶到这个苗栗通霄站的时阵，请这个清洁工落火车，但是对方无爱落车，双方就经历迄个所在。这个火车因为安尼撑着10分钟，代替讲，伫双方提出着报告了后，会来审议，看要安怎来处罚。小姐。 然后帮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哦。穿红衫洗出来清洁员冒抓箱仔去噗行入基隆号的列车长室，甲抓箱仔设伫桌顶。坐伫边仔的列车长出声请伊控制情绪，随后洗出来清洁员搁较无欢喜，呛讲安怎？怎样？这个是我们有空才帮你们按的啦。刷落来拍报音箱仔外口，对列车长讲：“这是阮有闲的时阵才替恁饲的啦。”双方的气氛真紧张。列车长烦恼清洁员情绪失控，会有暴力攻击行为，停伫苗栗的通霄站，请伊落车。执意要出去贩售便当，但是贩售便当其实也不在他的工作范围里面。假设他要先贩售便当，他也可以告诉我，而不是告诉我说。 还有帮我按玻璃，好像不太合理。姓齐的列车长解说讲，两个人发生冲突的地点伫台铁基隆号新左营开往7堵的5104列车，当时到台中大甲和苗栗原理的时，麻烦清洁员手动去试报音，以及顺便这车厢的广播设备敢有正常。不过醒出来清洁员无协助试报音器，佮骗伊设备故障，双方起口角，佮撑着列车10分钟，影响到旅客坐车的时间。会要求车长与随车的清洁人员。 针对工作内容，要求协助操作播音说明。代替表示，因为这场纷争，互列车撑着时间，而且两个人提出报告了后审议，只是做工课无法度控制情绪，引起冤家的冲突，佫造成列车撑着时间，嘛互代替的形象大扣分。